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涉嫌对日本高家族起骹动手拍人的查甫人林炳初，以上检方了后，互检方申请羁押。新北地方法院伫早暗10点半开庭，伫今仔日半暝2点半裁定收押禁见。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高嘉瑜说？他应该很开心啊。涉嫌出手拍立委国家图，翕伊私密的影像，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姓林的男子，新北地院透早2点半裁定羁押禁见。伫登记地检署时阵，敢若有话要讲。人生已经自诩已经最低了，小心了，小心，后面小心。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新北地检署昨日侦办高嘉瑜和林姓男友家暴案获审了。以嫌犯妨害风化、妨害自由、妨害秘密、妨害电脑使用加恐吓罪嫌，有逃亡、串灭证加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嫌犯承认有动手拍人，不过对偷袭、拘禁，甚至提私密影像威胁，拢否认。最主要会采取这个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紧急的搜索，以及这个具体的动作哈。最主要就是避免哈，因为这个媒体的大幅的报道哈，导致这个证据的湮灭，还有被告逃亡。高嘉瑜也讲，拄开始交往时阵，对方容易情绪失控，尾发现对方还佫会偷袭，即马佫动手拍人。不协助真侪亲密暴力受害个案的妇女团体讲，拄熟悉交往的时阵，要加观察对方多方面的个性，无啥着就要注意。就像夺命连环扣啦，然后会去检查你的这个手机啊，你的各种的一个讯息的话，那其实应该就要能够去辨识，他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这个情人哦。妇女团体讲，对另外一半无信任，正想要控制对方情绪无稳定，以自我为中心思考等行为，拢较可能是危险情人。只要感觉有情感的勒索，就要有警觉，并且希望受害者唔通对任何暴力忍耐，也唔通一再原谅，帮助恐怖情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高嘉瑜去互男朋友拍甲乌青，15伊嘛有开记者会，亲身对外说明。高嘉瑜讲，伊拄着人生上黑暗、上恐怖的一面，嘛讲伊家己真戆，袂晓看人，感觉真见笑。希望伊家己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嘛呼吁女性爱勇敢站出来，拒绝暴力。我希望就是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比较正面阳光的形象。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自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甚至我也没有让家人知道。本来摆惨大开，高嘉瑜才甲积伫心内话讲出来。想到方拍的过程，伊感觉，互对方生气的理由，伊是安怎也想袂通。抑过迄暗，互伊真感慨，这是伊头一摆看到人生上界黑暗恐怖的一面。他传小孩的照片给我，然后请我帮他买小孩的东西，就只因为是这样，然后他就抓着我的头发，然后拖行，然后暴打我。这整个过程从晚上可能10点多一直持续到天亮，他还勒着我的脖子，然后我都觉得我快死了。新路代志若是爆出来了后，厝内底人甲朋友会真烦恼，还有这段时间承受的精神压力，互伊几若摆熬甜。对我第一时间感觉真见笑，也选择闪避，唔敢来面对。加上对方有2个人真私密的相片，所以当时只好继续来忍耐。那因为他手机里面确实有很多关于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不雅的照片或是影片，那他曾经也试图拿这些来胁迫，不管是之前的女朋友，或是拿很多的东西来胁迫我，希望说林先生他能够把这些资料影片能够交出来。那律师有跟他联络，但是他都没有回应。高嘉瑜表示，伊甲这4名查甫人交往初期就发现对方的情绪常常失去控制，会威胁恐吓，逼伊归来，也随时伫甲伊偷袭录音，并且强调伊伫政治界、甲企业界、学界拢熟悉真侪人，借此来恐吓、压迫对方来顺从。相信其实比我更弱势、更没有能力的这些女性，其实在被他胁迫之后，其实是更孤立、更无助。如果我是最后一个受害者的话，那我也算是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贡献。
高嘉如讲到，互伊拍迄天饭店的人，捌伫个走廊看到这4人查甫人对大话，随后这4人的男子请饭店提评价，抑个买药啊，也都无引起饭店的人的怀疑。受到2摆措施互完诉机会，伊搁在后天，希望讲今日家己徛出来，因鼓励更加侪无度为家己讲话女性勇敢来拒绝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早起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拢较寒。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台南，敢若10.3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水气较少，只有东半部、大台北有13-18度，各地早暗的温差拢真大。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台南，敢若10.3度。日时开始高温会比昨较悬，北部、东北部高温有20度左右。若拜5、拜6的透早，同款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会较低。今日到拜6天气拢差不多，冷冷寒寒。若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真大，差要10度。礼拜日开始冷空气会减弱较明显，所以温度会回升。西半部是好天，东半部雨嘛无济。来关心物价起，民众怨叹讲薪水拢无起。政府明年要贴军公告加薪水，一寡民间企业即马嘛要对咧做。这是生活五金专卖店小北百货连锁的咕叽早餐店，拢宣布讲要替员工加薪水，希望会当留人才。台湾的新冠疫情有较低，也毋过新变种的病毒，搁再引发全球的警戒，各行各业受到冲击。真侪人对明年加薪水拢毋敢有伤大的期待。毋过，即阵有企业要加薪水，以生活五金专卖小北百货宣布，为2000多名员工加薪水8%，明年头一季要加开15间门市，要加请500个人。正式宣布，小北百货员工底薪调幅8%，希望在物资齐涨的压力下，提供给员工更稳定的生活品质以及更多的安全工作保障，也预计至少加开15间的新店，至少扩大增裁500个职缺名额。加8%，员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开心，很振奋，感受到呢那个公司呢一直有在注重我们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另外，屏东的咕叽早午顿是在今年9月就已经调薪水，整体调5.5%到18%。店头认为，在疫情影响下，经济前景也唔知影，真侪门市的营收更加是无达到标准。也过最近物价起价，整体员工加薪水来弥补一下，希望在就厝甲人留掉咧。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先调，让伙伴也能够比较安心的去面对他们在疫情过后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冲击，这样。就是感觉上班更有动力。上班更有动力哦？那你加了多少？18%啊？对，老板赞推。劳动部进行宣布，对明年1月7开始，每个月基本工资调做25,250块，时薪是168块，调幅是5.21%。真侪人感觉无感觉，这种民间企业也得咧调薪水，为员工提供更加多安心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阿罗哈客群发出内部公告，表示受疫情影响了钱，每夜上压买2条营运的路线，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驶到12月13就要停止营运。公路总局伫昨暗证实这项消息，严格嘛表示讲，业者这个决定要搁等因的股东会确认。因为大环境有高铁的竞争之后，载客状况不是很好。我们跟公司求证是他们对内部员工的预告。那一切还是要等12月3号股东会议决定之后，才能确定。在台北、嘉义、台北、高雄这2条路线，目前现有的有统联客运跟国光客运都有这个路线的营运，所以不会影响。根据阿罗哈内部打出来公告，内底是写讲最近会甲员工讨论资欠的问题。公路总局嘛表示，政府机关已经有去了解啊。那阿罗哈这2条路线伫13进前，政府嘛协调其他业者先来驶，避去影响民众坐车的权益。另外，外界即马是真关心台铁的改革，想袂到台铁阁出包。台铁伫昨昏一天就出2站意外，一台德鲁古列车互落落来的钢条去夹着火车母头前的玻璃破去。另外，伫站9点东部的干线往北互兴号的列车是发生车厢败马，加载2站意外拢无人伤亡。暗时，花莲凤林火车站看起来真平静，不过有乘客伫咧网络顶壁讲，找一暗差不多9点，东部干线611次上北的复兴号列车，一要到凤林的半路，
第3架第40车厢脱钩，只好等后一班车。台铁也证实这项消息，讲有可能是有物件机讲到改锁的装置，或者是前一天伫7道换第3节车厢所造成。旅客要坐自强号继续上北，比原本的时间晚28分钟才到花莲，好加载无人员伤亡。要来即天台铁出包的毋难一件，早起8点25，2007次泰鲁阁经过北回路段挖福良的时阵，互落来更条公道，司机赶紧停车。列车对宜兰站出发了，本来后一站要停瑞丰，受意外影响临时停车。车顶8外位旅客行程拢被延误。台铁初步调查，迄当阵了防员看到列车瓦滚，有叫工地停工，唔知影更条为什么一个落来讲到列车。列车快经过的时候，正好是把那个钢轨夹具夹起来的一个夹具把钢轨桩夹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听到瞭望员警示以后，钢轨大型机具有做一个停止作业的状态下，那一瞬间为什么会发生钢轨断裂的现象？我们真的后续会要配合做一个调查跟理。台铁讲，这个路段伫初一早起做上边坡拍地基路整个防护作业，伫作业的时阵更调落来。其讲到时间的应价啊，搁再其讲到泰鲁阁的车头，工地安全搁出问题，虽然无人受伤，也搁发生上4位泰鲁阁并且意外，台铁是下令停工，运安会也介入调查。带2组人啊，一组人到那个机场区，一组人到现场，因为现在人还没回来嘛，然后会汇总。初步了解，现场有依照时间管制要点，伫2边拢有派人警戒，会进一步调查时间规定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第4战，中信兄弟昨昏伫台南球场以5-0拍赢统一赛。总冠军赛连赢4场，拍破连续7年拢摕到第2名，无新仔的救惨，是摕到队史上第8座总冠军。这嘛是中信集团2014年接手以来头一个总冠军。来关心自由时报，国际人权组织有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讲2016年到2019年有超过600个咱台湾人对世界各地互引渡去中国。陆委会伫昨昏时表示，伫2019年7月份发生柬埔寨案了后，对方无搁抢还人，所以拢是送转来咱台湾。来关心中国时报，洪都拉斯总统大选选举结果出来呀！执政党的候选人选输，在野党的候选人卡斯楚选赢。伊是靠我中国北京，卡斯楚之前嘛捌讲过，放调讲伊若选赢就要甲中国建交。也毋过美国伫选举之前有派团去施压，要求继续甲台湾建交。所以卡斯楚即马嘛对外表示，敢要甲中国建交还未决定。来关心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引起全世界惊吓，有民众即马就烦恼讲要过年啊，要等下咱台湾过年团圆的民众用7+7的入境方案，安尼敢袂伤灵敢妥当？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个方案已经决定啊，就袂搁改，嘛呼吁咱国内民众赶紧去注意风险。第2档预防针注射率上好会当到60%，安尼咱台湾就会较安全。为了防止新变异株 Omicron， 最近美国规定入境要提供坐飞机前1天内的阴性报告。咱是毋是会变较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是讲，虽然台湾只要3天内阴性报告，不过入境的要全面进行然后深部的喙瘾检验，比美国加一个关卡。不过专家是讲，虽然2礼拜是密切观察期。因为12月14春节返来台湾的方案，未少人烦恼7+7这个检疫伤灵，惊造成防疫漏棚。这样的方案基本上大概就已经是定案了哈，越改之让整体的防疫的措施越混乱。根据当地的疫情，那做滚动式的检讨。陈时中是讲，除了边境管理，要搁提升第2剂的新冠疫苗注射率，目前是56.8%。新冠疫苗的现货充足，库存加还未验收的疫苗，拢总将近1000万剂，呼吁民众赶紧预约注射。
另外，针对海外国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出境满2年，互人渎职、健保、劳保税费权益受影响，相关部会官员拢讲会将款认定。那所已经失去劳保资格，也是会当向健保署申请，为退保迄日开始接受劳保，回国劳保也无6个月等待期。另外，综合所得税也放宽认定其大者身份，自用主体2%优惠税率，只要配偶直系亲属也实际伫这个所在，权益无受影响。目前国内各大行业差不多拢解禁放令，不过邮轮旅游业到即嘛还未开放。团出因为为看日了，考虑退出台湾市场。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并无反对，伫国内做跳岛旅游相关的计划也搁咧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2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609例。中国的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9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法国是超过777万例。美国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头一例，去话到的这个人捌做过2档预防射，也毋过还未做第3档。伊伫顶个月捌去过南非，目前症头是轻轻啊。因为出现确定病例，所以美国股市道琼指数嘛受影响。盘中原本是起520点，也毋过尾下收盘大落461点。圣诞节要到啊 ，Omicron 也是伫咧美国出现。虽然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不过全世界已经有20几个国家出现 Omicron 的病毒，和新冠病毒无甲正忝的美国，也是继续变化案。有一位加州的民众确诊，结果证实是变种病毒 Omicron。伊顶个月日自南非登去美国，29确诊，做过2剂预防射，第3剂也未。All close contacts thus far have tested negative. The individual was fully vaccinated and experienced mild symptoms. Boosting is really very important. Our experience with variants, such as the Delta variant, is that even though the vaccine isn't specifically targeted to the Delta variant, when you get a high enough level of an immune response, you get spillover protection. 南非一开始通报 Omicron 的时阵，美国就宣布禁行令，启动国际旅行的防疫手段。I certainly don't that a travel ban is going to prevent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from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needed to buy some time to be able to prepare. Should Americans be changing anything they do in their day-to-day lives? Are you changing what you do? Is the president changing what he does? No,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an obvious question. But if you look at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been recommending, they're just the same. 佛奇讲，即马美国一个6000万人有资格做，也毋过也未去做疫苗，一个差不多要2-3礼拜，才能知影 Omicron 的特性，包括伊的传染力、免疫逃脱、重症的程度，一个加强针有偌侪作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即马国际上疫情还未收煞。2度的网球4大满贯赛、澳洲公开赛已经表示讲，因会要求所有的球员要去参加比赛，拢爱是先做过预防射。乔科维奇的老爸接受访问的时就表示，若是有这款规定，安尼乔科维奇有可能就无要去参加比赛。另外，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即马因为烦恼中国的网球选手碰水安全，已经宣布讲要停办所有伫中国举办的巡回赛。中国网球女子选手彭帅自从指控和中国政府总理张国立性侵了，全世界拢正关心伊即马人伫咧倒位，敢无安全？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WTA 希望有全面透明的调查。出日也发声明告宣布要停办包括香港在内所有中国 WTA 比赛。主席西蒙讲，因为目前的情形，伊正担心。伫2022年到中国办比赛时阵，所有球员甲工作人员所面临的风险，董事会也支持这项决定。中国的2日，彭帅甲国际奥会主席巴赫进行30分钟的视线通话，讲伊正安全，请大家尊重伊的隐私。希望讲伊无啥相信，甘愿损失中国几亿美金的市场，也要确保彭帅安全。另外，网球2度4大满贯赛，明年1月澳洲网球公开赛，官方已经讲
所有球员拢爱做过疫苗才能参加比赛。不过，这卖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告诉我，也无讲伊是毋是做过疫苗。伊老爸接受访问时阵讲，欧棒的规定是历史。Novak dođe da ga oni vide i mi bismo to apsolutno želeli i voleli više od svega, kao i naš sin. Ali da li će se to dogoditi, stvarno ne znam. Pod ovim uslovima, pod ovim ucenama i na ovaj način sprovedeno, verovatno neće. 乔帅伫咧澳棒已经摕过9座冠军，明年若是要挑战第10座冠军，也是史无前例21座大满贯的纪录。澳洲维多利亚省体育部长讲，这毋是历史，是确保维多利亚社区受保护。澳棒总监也讲，所有人拢爱照规定。And they know that it's a condition for everyone, not just the players, but the fans and all the staff. And he has indicated that it's a private decision for him, and at the right time he will tell us. And I know that he wants to play it. He'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明年的比赛是1月17开始。目前的规定是，选手若做过2期有辐射，就唔免隔离，或者是采用泡泡模式。不过，这么如果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澳棒的防疫规定可能也会调整。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译。日本的公共药堂前2年真无简单，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经过尔。即卖阁因为国际人员继续伫透气，因为爱喝烧水，所以有一间东京的业者就表示讲，寒天到位，喝烧水即卖逐个月燃料成本会起1半以上。毋过因为这门票的费用拢是政府定的，袂使凊彩黑白起价，业者嘛惊人客走去，即卖敢若会当硬动硬经。即卖冬天啊，天气较冷。浸一个烧水是正舒适。即间伫咧东京巷仔底已经70几档的公共洗身躯间已经传成3代。疫情这么较稳定，业者总算等到人客转来，不过阁拄到燃料起价。コロナ終わって、これからね、お客さんに増えて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るところですんで、燃料費がそこでこの冬場上がるっていうのはね、大変苦しいところがね。业者估计今年冬天燃料的费用会比去年加5成，甚至有可能起到2倍。不过因为计价是政府定的，袂当随便把成本转到消费者的身躯顶，头家只好家己吸收。以同台来讲，疫情期间业绩落3成，若过起价，人客可能走了了。其实日本的公共业经本来就有经营的困境。1968年全盛的时阵，全日本有18万间，不过愈来愈多家庭有家己的业经。这嘛，这个月存无到2000间。一来公共已经洗身躯的大部分拢是大人，一到3点半就开门，就人伫咧排队。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ね。で一応遠いですけど来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ないと困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ね。だから値上がりしてでも続け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どね。选举老先生，逐礼拜拢会来遮洗3-4遍。对伊来讲，洗身躯间毋若是洗身躯加社交的所在，也是回忆传统的所在。有一寡市中的人客支持，业者讲会继续经落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传到全世界24个国家。不过德国的专家即马是表示 ，Omicron 病毒虽往5月搁高传，不过重症的无济。咱认为应该学晓甲病毒共存。来关心美国欧美的外交高层，今仔日会召开有关中国议题的对话，包括台湾、人权、假消息在议题拢会讨论到。来关心法国总统马克宏昨是甲立陶宛的总统见面，除了俄罗立陶宛支持台湾是做出勇敢正确的决定，嘛表示会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压力。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昨昏接受国策院的邀请进行视讯演说，伊支持咱台湾加入 CPTPP， 嘛强调会协助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WHO 甲一寡国际组织。安倍晋三嘛向中国发声，讲中国若是要拍台湾，等于是家己走向经济自杀的路，爱想好斟酌。台海情势真紧张，互日本真关心台湾的局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新时代台日关系为题进行视讯的演说，除了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也强调会尽力协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WHO 这国际组织，互台湾有发言权。台湾有事，それは
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世界の経済に深い関係を持っていますから、台湾に軍事的冒険を仕掛けた場合、世界経済に重大な影響を及ぼさずにはいません。すなわち中国は深手を負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ります。安倍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话，军事冒险行动是行经济自杀的路，绝对袂使误判局势。但立马一直说服中国采取理性甲和平的方式解决。另外，对美国参众议员进前来台湾团式推销军事贷款，立委关心是爱利息啊免利息，国防部是不是接受？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家己的国家家己救，无免费演习。一个方案一过以后，啪交给我，我们就照办。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不是美国。所以这个方案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当然用讨论可以接受到什么地步。如果不能，甚至于没有经过我讨论，那我们就这不可能硬吞嘛。外国媒体指出，美国陆军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大约9400万块的美金的合约，会为爱山飞弹更新测标系统。这性能提升案也包含台湾这使用国。柯国正讲，这阵也无收到通知，相信性能的提升对防卫作战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一架幻象战机昨昏降落伫花莲基地时，那亲像是东亚海起，靠烂查网才停落来。空军即马正在调查原因。空军是表示，这架战机是伫新德基地机号2004的幻象2000单人座战机，昨尾暗仔执行例行性的训练的时，降落伫花莲基地，那亲像是东亚海起一直出去，尾也是靠烂查网甲砸落来。加载飞行员、战机拢无要紧，拢平安。若歹去海起的原因，还阁调查。那表示这边是厚了。来关心总统蔡英文已经签署立法院伫顶个月三读通过的军种骚扰法的防治法，法律是规定讲，港对相当会罚款5年的有期徒刑。若针对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事件，总统蔡英文嘛有谴责暴力，算是政府执法的决心。恭请总统签署法令。总统蔡英文正式签署《军种骚扰防治法》，宣告生效，搁伫个6个月了后实施。军骚法11月19日立法院三读通过，明定定义。8大军骚样态，包含监视、走伫遐、对伫后边顶，相当应处5年徒刑。若有一直犯罪，应有方刑羁押。蔡英文也讲到平稳如事件满25年，强调这是落实性别暴力防治重要一步。有了这部专法。未来对于不当的跟踪及骚扰行为，公权力可以提早介入，提早防范危害。在这条路上，我们永远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全体的国人的生活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最近有真侪军骚暴力事件。加上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和10部朋友施暴，蔡英文就此宣示政府执法的决心，也爱警政署赶紧完成教育训练，甲必要尽力情报。立法院民进党团也开记者会，专业相关高嘉瑜。我们谢谢嘉瑜站出来，也会支持他，也为他一起加油。我们家暴法1998年就通过，2007年就把它扩大适用到同居关系。立委表示，任何暴力都应该被谴责。在这摆事件当中，显示家庭暴力甲无经过同意的私密性影像，应被用来做威胁的武器。目前已提出的专法草案已经一度付费，也要求法务部赶紧立法。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和伊的男朋友拍，若伊的男朋友林炳初是政治大学博士班的学生，政治大学嘛表示，准讲拍人限制自由，这拢是事实，安尼上严重会当退学。台师大一寡大学其实即马拢已经甲亲密关系类型的犯罪加入校规。台师大就规定讲，学生若是准讲罚判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安尼嘛会退学。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若是牵涉到暴力事件，各校的总庭办法早就规定会看情形来记小过也是大过。毋过暴力的对象若是共校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校外的侦判，学校敢有法度通管呢？台师大甲台大即马已经将亲密关系加入去学生的总庭办法内底。台师大最近阁要修改办法，希望会当规范了女就治。
性侵害、性骚扰跟性霸凌的部分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呢，来订定奖惩的一些办法。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呢，已经达到了本刑3年以上的话，就会予以退学。用校规来规范成人学生的个人行为，林美君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虽然毋望用教育透过辅导、宣导来处理，不过若是已经违反着法律，校规嘛是得要来处分。部分的大学生嘛表示认同。刑法之外，我觉得校规是可以跟上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学生，所以还是用校规来去教育你吧。就是你还没有出社会，就没有对你那么的严苛。另外，林美君嘛表示，司法审判需要时间，加害学生这段期间敢会当搁去学校上课，嘛是一个难题。若是当事人拢是共校甚至共学系的学生，要搁上共款的课，除了启动性平调查，嘛一定要将因隔开来上课。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四大公投还要登票，支持核四厂停放的代表是郑伟讲，核四厂会当互咱台湾减少用烧土炭来发电，安尼就当减少空气污染。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核四厂若要停放，爱排除真侪困难，上紧嘛爱15冬后根本袂付起。伫南部，秋冬的空气清在看到雾，也若全台湾的空气污染，硫氧化物的排放量有1/3，是为烧土炭发电厂来的。这嘛，互空污成做公投论战的主题之一。就是停放公投代表人黄树修，在伊出席打稿影响联盟的记者会时阵讲，就是会当互台湾每一年加200亿度的电，等于是减少700万吨以上的土炭，会当改善空污。空污这个问题是长达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的。如果核四1号机能够2到3年就要重启，光是1号机所提供的电力就抵过当年我们吵得非常凶的深澳燃煤电厂整座电厂的供电的能力。黄树修讲，根据台电内部的资料，除了1号机、2号机停放，敢若爱5年至6年。也若第7调查，也是内政部强电工程会当同时进行，或者是真紧就会当重新启动，代替烧土炭发电。不过南部的款团有无共款的看法，讲就算2阶宽评甲安全审查会当同时进行。不过，前期安全评估甲第7调查都要7年的时间，根本就袂付起。开始断了这个你要调查，很抱歉，恐怕连核四现在的厂区，你可能要参与。不管是中火还是新达，它这些燃煤机组要除役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核四开始发电以前它就除役了，所以不可能说等到核四。款团主张讲，核四摕到当建厂的执照到重新启动，至少都要15年。不过，空污搁较侪原因，是因为工厂甲交通等等。若要等有核安疑虑的核四，不如即马就注心伫产业的转型甲改善交通的问题。支持核能甲反对核能，两边是一人讲一款，就看受到空气污染困扰的民众会愿意支持到一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昨昏举行，甲去年同款是用视讯开会。今年的规模有优水，焦点是放伫民生议题。针对两岸关系，郭文哲无搁讲进前伊的论述，两岸一家亲。即摆今年是提出5个互相。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初举行，受到疫情的影响，维持去年视讯会议的方式举行。台北市长郭文哲强调，家己的两岸立场一直无改变，两岸也无可能一直对立落去，重视5个互相。我还是认为交流比断流好，对话比对抗好，友善比仇恨好。我主张两岸交流要基于5个互相，我们会善待在台湾的陆配、陆生、陆气。也希望在大陆的台湾人被善待，权益被保障，用和平对等方式来解决争议。郭文哲上任了后，对两岸关系主张两岸一家亲。这届双城论坛煞一字拢无讲，颠倒是上海市长景正，虽然无提起到中方一向坚持的9日共识，也毋过提起两岸一家亲。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台胞台企在沪发展。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安怎无提起到两岸一家亲？郭文哲无正面回应，也无提出两岸新的看法。景正也邀请台北市代表团伫条件适合的时阵去上海访问，全场拢注意民生议题。双方签署动物园国家团甲创新科技3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规模比过去有较细，也互举办的第12年双城论坛减少一寡政治味。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的冠冕公园开放无够一档，已经摕到10座国际上的大奖。伫前一阵仔嘛，邀请游人成果去现场表演，请真侪民众去看。县府即马是希望讲，未来这个空间会当请更较侪国际团体去演出。整齐阁有气势的歌声，配合舞者的动作，精彩的表演，互边仔的民众是看甲目睭拢袂转轮。这场以天地强舞做主题的演出，是游人成果团队受到屏东文化局的邀请，特别到屏东冠冕公园表演。平常这几个地景作为我们在地培养、在地表演团体的公共空间以外，那我们也特别是首次呢邀请了这个优人神鼓在这边表演。在屏东很少看到这种表演，是我们屏东人的福气啊。那个打那个太极鼓的啦，立一美，我觉得我们屏东这一次办得很棒，很棒。屏东冠冕公园的地景空间，互民众会当更较挖近游人成果的表演，也通将每一个动作细节看更较清楚。特殊的地景和开放空间的设计，每一个角度拢会使看到舞台。也因为罕得有这款规模的表演，冠冕公园现场的民众是客家满。屏东的县民公园虽然才开放9个月，已经得到10几座的国际大奖。我们也更特别的希望这样的艺文展览空间在后疫情时代因地制宜。未来这个场域呢，更是一个很多国际展览公共的空间。屏东冠冕公园特殊的地景设计，已经得到10个国际奖项，也是全国头一座具工业建筑的水岸公园。这个邀请游人成果到地演出，县府希望会当让民众享受精彩的艺文展演，公共空间的利用也更加多元。记者综合报道。鹿角兰即马正时行，伫南投鹿角嘅庄雅川船长引导，伊就有一个秘密花园，内底拢是种鹿角兰，这是伊25年嘅心血。伊对袂晓种，真甲即阵真甲出师，带乡亲来去伊嘅花园，老老实实咧。厝内底有一个秘密花园，有几落10丛的鹿角兰。这寡鹿角兰拢是船长开25年的时间所研究的成果。本体是无啥经验，后来受到老爸甲朋友影响，开始研究无共品种的鹿角兰。落尾是愈种愈多，也愈来愈有成就感。早期的时候，家父就对兰花蕨类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一直延续下来的。在因缘际会下，朋友一直介绍，叫我下去种了跟朋友一起加强各种技巧还有种植方面的知识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大棵的可以让大家观赏纯粹是自己的兴趣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观赏船长的鹿角兰花园内面有无同款的品种，甚至阁有无同款的鹿角兰，甲朋友来做交流。这花园内面有一丛上界大丛的鹿角兰，也吸引真侪朋友来参观。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鹿角蕨啦？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鹿角蕨可能就是在墙壁上一颗小小的，有的没有。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一颗这么大，比人还要高的鹿角蕨，我真的也是吓一跳。船长表示，有真侪民众来参观了后，对鹿角兰产生兴趣，想要种，伊也欢迎大家会当来参观。若准有过类的问题，会当做伙研究，体会到种鹿角兰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是咱台湾真出名、真有名乌鱼养殖区，为着要发展观光，嘛要转型做休闲农业区，希望透过观光城少年家转来故乡打拼。渔民无用咧处理珍贵乌鱼子，新竹县台北地区单年乌鱼产值有1亿4000多万。不过，饲乌鱼的渔民年岁愈来愈大，愿意转来接手的少年人真少。地方希望休闲农业区成立了后，有更加多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现在农渔业其实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衔接的问题。老一辈的当然没有问题，那如何把年轻人引进来呢？我现在当然要把这个地方活络起来，开发成休闲观光的一个特区。我们更导入智慧渔村。智慧农村的这些设备，让以后要踏入这个农渔业的这个门槛更降低。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非常的直接。那未来连这个凤山溪的这个跨河脚踏车车道，如果通的话，会带来更大的商机。台北水源休闲农业区是目前全新的县，为兼有农业甲渔业生产的所在，占地481公顷。
主要是饲乌鱼、虾啊，拢作有青菜甲水果。那现在就可以申请盖民宿，可以做露营区，可以做 DIY 的体验场，那另外也可以开餐厅。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合，让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返乡回来。除了农业区附近的新月海埔，最近嘛拄完成第一季的整治，所以来暗算拓宽道路，方便游览车出入，提供更加完整的观光服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云林五股开台尊王过路，有一个特殊的电头，号做乌红木唱班，主要是做国宪宫的先锋部队，流传已经超过100档。这几档在地民众把这个文化夹入去社区营造，希望会当继续流传。五股开台尊王过路是云林县重要宗教圣事，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电头，因为每张头壳顶拢会滴一顶红甲乌的木仔，所以号做乌红木唱班。这些成员拢是岛南哪里的居民自发组成，是地方特有的一个民族活动。咱五股开台尊王过路，头顶就是看到咱乌红木唱班呐。咱这乌红木唱班是咱由咱岛南镇哪里联防社区加2年30几户的这居民所组成的一个子弟兵啊，这拢传续已经100多档的历史。乌红木唱班会当讲是国际公过路中的先锋部队，负责包括起马落马、开路护驾等职务。也来为什么要滴乌红木呢？根据在地老一辈讲法，因为木仔的外形就敢若棺木同款，照在条表现出生命的威严。咱这个戏剧有看到官员要出巡，头前的前导部队。拢有这个衙门的这官兵，这顶帽啊，那像官帽的意思啊，因为头顶是插着乌色跟红色，咱叫做乌红帽。我们很怕它被遗忘了，所以要给下一代知影讲，咱这个文化是真好、真优秀的，所以阮就改做这个乌红帽，然后改做这个棉。五股开台尊王过路，在2017年时已经登记做县内无形文化资产，其中的乌红木唱班更加是地方独有的民俗活动。社区单也拍拼传承，佮把乌红木夹入去社区营造当中，伫将来立牌比介绍，就是望这特殊的在地唱班通永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社会福利团体，也毋过有一寡团体开始想办法创新。有团体即马是完成一个线顶互动的练习平台，协助咱全台湾20个视障学生来学习。17岁的青少年甲智善基金会社工准备为设置到基隆网邮局来一段2天1夜的旅行。不过，这段旅行袂使用手机啊，除了交通费袂使用钱，巴肚枵爱家己用言语、用行动去甲店主换餐。大喙食肉圆，甲头家娘小揽，半大人囡仔甲身份人真实互动，发现家己无遐软食，嘛无遐差。不要拿没有家庭背景、没有钱当理由，去让你去阻止你去追寻你想做的事。会看到不同的一些个性的学生，他选择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面对挑战。基金会服务的青少年学习无放弃，社工原来有机会甲因辅导。iLife 国际行动协会伫疫情影响下，持续进行已经11年的梦想技术出走课程。会帮妈妈洗碗，我会帮妈妈洗碗。听到语音提醒用电脑拍字，台湾所谓有声册推展学会，使用澳洲2个盲人开发的软体，换成繁体中文的荧幕报图。5月中全国停课，视障生学习拄着真大困难，为晓得休热伫个线顶教20个视障生学习。也有金门的，他们老师有跟我们联络。因为这种软体对很多国小或是国中有一些老师都不是那么熟悉。用线顶平台互动刺激视障生学习的趣味，会晓讲也会晓推广。对这公益团体，疫情带来冲击，不过找到资源试做看卖，也是会有成果甲突破。记者综合报道。
照顾精神疾病患者，除了需要医疗资源、社区的资源，有人做陪、有人陪伴嘛，真重要。不过民间团体即马就发现讲，伫前一阵仔国内本土疫情压起来时，防疫三级警戒，真侪病院处理量下降，社区的资源嘛下停，探访的机会嘛减少，这个拢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讲真危险，所以呼吁政府爱看注重，嘛爱提出配套的措施。医疗基金会演出行动局说明，伫疫情之下，精神病患的困境，三级警戒期间，关怀甲医疗资源拢紧绷。病患家属王妈妈表示，伊的囡仔三级警戒进前，就因为精神疾病带入机构，疫情爆发，探病机会嘛变真少。迄段期间，真惊囡仔的人际孤立。后来孩子去医院调整状况，住院后我去医院探访，要快筛，就算打完2剂疫苗，也要14天后才能探访。而且跟他讲话的时间也缩短许多。家属表示，老爸以6月到9月，逐工敲230分钟的电话，互囡仔关心。但是伊嘛讲，毋是所有病患家属拢有法度安尼做。基金会表示，精神疾病患者欠缺人际接触，这对因来讲是相当危险。芬兰、美国等等国家拢有医疗资源送到厝的机制，其实会使参考。我们本来就没有危机的医疗的紧急危机处理。我们可不可以在下一波疫情之前开始，不止医疗重要，社区服务的活动一样不能暂停。探视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视讯的探视。疫情期间，他们该看的医生还是会去看。基金会表示，三级警戒期间接到真侪家属的电话求助者的问题，呼吁中央即马就要赶紧做好紧急安置、社区资源分配等等配套措施规划。记者郭刘水台北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伫今年有针对1500个高中3年的这个囡仔做研究，发现讲有3成外的学生囡仔，伫咧细汉的时做囡仔的时有家庭暴力的创伤的经验，其中阁有学生长期受情绪的困扰，有想要行底路的想法。创伤复原咨询专线，您好，李新卫。儿童福利联盟新开设创伤知情照护资源中心，针对受到情绪、身体虐待的青少年也是家长，提供心理治疗的窗仔口。因为基金会最近调查，发现真侪学生囡仔较袂向外界求助，找学校斗相共的经验嘛无好。比如说跟学校好了，我们就会去提出说，怎么样是一个创伤知情的学校？比如说我们怎么改变霸凌的处理条例，怎么样就是在辅导室调整，让孩子更愿意求助。儿福联盟伫疫情期间，透过美国过去发表的囡仔时的疫情经验量表，头家针对全台湾千外位的高中3年的学生做调查，发现有3成的学生有创伤经验，亲像父母离婚、暴力等等。经济调查嘛发现，若是创伤的分数较悬，情绪的困扰嘛较悬。只要他是比较高分的，他的情绪困扰会比较高，他的心理健康议题也会比较高，比如说他的忧郁的比例，或他很紧张，觉得不如人，或甚至我们注意到大概有1/3，就是4分的高分群里面，大概3成的孩子想过要自杀。儿福联盟表示，虽然对照美国调查的结果，因4分以上有12.9%，台湾是6%，数字无算悬。不过这种创伤是会造成心理等等的病症，嘛希望创伤中心的设立，通做下专业的结合，互青少年参父母透过社工师的协助，找到心内出口。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最近发布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今年受疫情影响，也有钱变薄的影响，生活所费上贵的城市排名嘛有出现变化。以色列的第2大城泰拉维夫，即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上贵什么的城市，那巴黎甲新加坡排第2。以色列第2大城泰拉维夫，伫地中海东边，是以色列上大的都会区。这个城市英国封号做是中东的不夜城。今年佫加一个新的称呼，就是全球生活消费上贵的城市。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上新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的报告，去年排第5名的泰拉维夫，今年受到集会甲运输成本大起，加上当地货币、新社客年换比金走强等等的因素，致使泰拉维夫加做生活成本上介悬的城市。去年原本是由香港、苏黎世甲法国巴黎这3个排第1。不过今年巴黎甲新加坡是拢排第2，后来是苏黎世，
香港是排第5，也拿第6名至第10名是纽约、日内瓦、哥本哈根、洛杉矶甲大阪。今年拢总有173个城市列入去统计内底，比去年增加40个。联合报告指出，疫情大流行，互全球的供应链规个拢乱起，地区商品欠缺甲物价大起，上界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全球汽油每公升伫今年平均是起21%，地区商品甲服务继续嘛大起，起的幅度创下5年来上悬。这份报告嘛提醒各国的中央银行要升利息大谨慎，才当降低通货膨胀带来冲击。另外，因为美国制裁压关物价，地区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排名为去年79名变做是29名，起的幅度是上济。整体来看，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大部分是中东、非洲甲亚洲发展较慢的地区。也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今年是搁一个加速生活消费上界便宜的城市。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土耳其有一只猫仔，因为基因突变有4类兄仔。因为生做真特别，甲别只拢无共，伫网络抢红，买中超过7万人。啊，那伫俄罗斯，另外一只流浪狗就无遮好运啊！伊的4只骹盘拢无去，加在是互兽医捡到，用3D 列印的技术，即马替伊斗新的骹盘。这只猫毛是粉蓝色的，坐伫咧碰椅顶，看起来真优雅。掩好那家人也是甲你算，这只叫做米达斯的猫，有加一对鱼啊。Fakat diğer 4 kulaklı kedilerden farklı olarak Midas'ın her 2 kulak kepçesi de kulak kanalına bağlı durumda. Ayrıca da alt çenesi yanlardan birazcık daha genişlemiş durumda. Bu nedenle de dili sürekli dışarıda görünüyor. 米达斯实在真古锥，敢若精灵猫，真受网友的喜喜。这嘛是一只有73000位粉丝的网红猫。We have never thought of buying a cat. We just wanted to rescue a cat from the street, and we wanted to adapt her. And I hope Midas' popularity can raise an awareness of adopting, not buying. 另外，伫俄罗斯有一只狗莫妮卡，拄则做好加骹义肢的手术，即马伫咧做复健，佫开始学行路。这天是伫咧2020年的冬天，发现莫妮卡被等伫路边，身躯顶规拢砍死，赶紧甲伊送去兽医遐治疗，发现莫妮卡4只骹拢长去，就联络著名的兽医高尔什科夫，伊进前替30几只猫装3D 列印假骹，所以真有名。这是第一遍用3D 列印技术替狗装钛合金的假骹。Больше, чем коты, и еще и деформация лап у нее есть. В итоге мы взвесили все за и против и подумали, что если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то мы хотя бы вернемся там в нулевую точку. 为了要替伊动手术，这天伫咧网络顶发动云端募款，1个月就收到各方嘅善心人士捐款5400美金，代表15万。伫手术做好了2礼拜，莫妮卡总会当小可慢慢啊行，若要完全融合，差不多要6礼拜到8礼拜。讲是会当行路的莫妮卡，就被送去英国伦敦一间专门伫咧收容受虐待猫狗的机构。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咱来看，伫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至21度。感谢详细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